7月底有日本工程师和台积电工程师约伫咧咖啡厅要交2奈米制定机密资料，当场去互检调掌着。美国对天关税明仔载施行，行政院表示，确实不是台美谈判最后期限，是因为资通讯产品也未公布出。国军去年有甲美国买的反装甲无人机291套，头一批已经送来台湾。国立乡家表示，对咱的关键战略有帮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或者是台积电爆出讲，有几多名政管干涉嫌在职期间偷摕2奈米先进制定的机密资料，而且是泄露予日本一间设备的大公司。东京威力科创，在7月底呢，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台积电的工程师，因约伫咧咖啡厅，要甲这的机密资料交予对方，想袂到当场呢去互检调掌着。国科会表示讲，这台积电2奈米制定是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上当会当关到12年，而且就要罚1亿。经过月底传出检调伫德科附近的这间咖啡店，掠到台积电工程师亲像设备。根据了解，进前台积电资讯部发现有人异常登录翕资料了后，当下无出声，随即锁定手机当事人，通报检调。7月底，当自称设备大厂工程师甲台积电工程师约伫咖啡店翻翕机密资料时，检调当场掠人。业界传出国安会甲高等检察署介入调查案件，也毋若这一件。伫最近2个月，大概7、8件，亲像甲日本参韩国设备商有关系。我找一个已经做得比较好的 model 来看看人家怎么做，是在哪些环节上比较容易出问题。那这个其实可以降低我的学习成本。假设我找到对的参数，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我是目前良率太低的这些问题。目前全球有咧研发2奈米制定的业者，包括台积电有计今年年底量产，韩国三星甲美国英特尔也拢对外表示有计今年下半年量产。另外，日本晶片国家队 Rapidus 也咧试产阶段。Rapidus 它主要是跟 IBM 合作，那 IBM 研发这个制程也很长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次主要是试产，我觉得差不多这个时间也该试产成功了啦。那接下来的困难就是你怎么把良率调到够高。亲像设计设备案，理想东京威力科创是有名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那是台积电发展2奈米的重要供应商，提供计算机甲设计设备，同时也是日本晶片国家队 Rapidus 的重要供应商。Rapidus 加设伫第3年，就当试产2奈米晶片，亲像想要加做日本台积电的代表。这一次这个泄密的主要呢，是要给予这个日本的 Rapidus 这家公司，它要在2027年，那么开始进行2奈米的一个生产。台积电最近也面临美国总统川普伫 CNBC 节目接受访问，讲台积电会伫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这个是假讯息，好不好？是川普说的。哦，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也不过，7日下昼规定会透过经济部发道歉声明，表示当下无完整掌握提问背景，实际投资机会由企业对外说明。台积电表示，相关资讯请以公司公告为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台积电的新闻，伫咧嘉义的科学园区，当咧起的厂房搁再出意外，这是有一个包厢工人操作高空作业车，和后壁的地瓜弄掉出来摒弃，工人就对5米悬摔落来，骨折送病院。这是已经是这个厂区第6届的工安事故，这安署要求讲，这作业区咧就要赶紧来停工。这安署南区这安中心东港呢，就去到遐稽查，要求相关作业都要停工。嘉义县政府也表示讲，有联络到伤者，也替伊争取相关的职灾补助，也要求台积电高层就要举办相关的高阶座谈，强化内部管理。来关心这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特教中心主任5月去互特教生的家长检举，讲因为是无要配合甲这台积电提供的公读费关岛登记，因的囡仔就去互霸凌。家长搁再讲，这个钱关岛登记，虽然唔知走去倒呀。台积电最近几年对各大学提供校园服务代表计划，只要在学生领有身障手册，向主管还是特教老师报名，向台积电官网经过审核，就有机会担任校园代表，获给比较上低基本工资。台北海洋科技大学113学年有27名特教生得到工作机会，其中一位家长伫5月时向学校投诉，特教中心主任要求回关工作金。其实我们真的还要回馈金，我们就是教小朋友说装傻，他说没有啊，你要这1万块，你要跟我们名目啊，但是他都始终不讲说他都用骗人啊，所以说这3年
校长讲，这是囡仔用努力换来奖学金拒绝回关，其他学生回关款项也是用途不明。也毋过说了，囡仔都互主任们抢声红色奖托，也是实习机会。他是很热诚的一个老师啊，他也得了很多奖啊。至于对学生是不是很凶悍或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所以我们要调查清楚。学校表示，5月22日受理调查，5月28将主任调离行政职。委请的3位校外委员，伫6月下旬开始调查，按定时调查结果8月下旬出来。必要的是会当延长1个月，上济延长2摆。依照调查结果属实，依相关规定秉公处理。看法规是怎么写的啊？它的严重性到哪里如果是没有这回事，就要还人家清白啊。教育部指出，7月底接到家长陈情，有计找8拜5到学校实地访视，导学校依规定查处，了解提供相关学生必要的个别支持措施加辅导，确保得到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风声讲，这美国和台湾的关税谈判过程呢，可能会要求台湾把美国猪肉、牛肉的进口条件放零，当作是降低这关税一个条件。消基会和医生因就开始伫咧烦恼啊，亲像这正拍前来去德法案的标准呢，国际标准是偏台湾国家零的，恐惊危害到民众健康。那卫福部是回应讲，相关内容还阁伫咧讨论，无方便对外说明。美国对台湾扣20%的暂时性关税，未来是毋是阁讲政府表示阁咧协商？消基会着烦恼，美国可能会要求台湾爱放零美国猪肉品的来去德法案标准，甲台湾原本规定的0.04 ppm 放零到国际0.09 ppm， 甚至可能会要求台湾爱加开放进口美国的牛肉来含加肉。第一个是来记的部分，第二个是针对美牛的部分，内脏跟绞肉部分有可能会开放。第三个就是有可能我们连这个标示它是什么样哪里的产地这个部分也不可以标示可能目前听到的会有这样子3个可能性的一个交换条件。有医生就指出，西方食牛肉较济，含伫咧食猪的腹内。毋过咱台湾的食食文化普遍就是会去食猪肝、腰子这寡腹内来补身体。若是开放0.09的 ppm 来去德法案的腹内，医生讲恐惊会提悬心血管疾病风险。如果说民众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他本身是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那如果吃的我们的肉品当中有大量的莱克多巴胺，就担心说他心跳过快、血压上升。长久化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不过，针对外界的疑虑，卫福部表示，若是牵涉到关税内容，目前也袂当对外说明。这个牵涉到关税内部的一些细节就请容我在这边不能代表关税小组来跟各位说明。那如果我想有具体的成果，我想关税的小组那边会跟大家报告。消基会强调，若准讲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腹内做条件来降低关税，政府至少爱要求伫咧进口的肉品包装标示清楚的产地，嘛甲来去德法案的内容写好清楚，互消费者有选择权，嘛保障民众的健康。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台关心这屏东东港安泰病院去年10月初3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9个人是砸掉伤。屏东地检署今日宣布案件终结，因有院长苏清泉等涉案4个人拢是原起诉。那屏东县政府针对这个结果表示遗憾。大楼后壁见到被风拆掉，工人赶紧整修外壁。屏东东港安泰病院去年10月初3大火了后，地动和官府判定违建部分已经拆掉，正进行外壁电器甲内部设备重建。希望他赶快入啊！我这样看病比较方便啊，不用跑到高雄啊。大火造成9人死亡，1人受重伤。大火所在地地动违建的动力中心，造成原设的气库断院病房这地动无法度使用，真侪患者一度必须转进到其他病院。一般气库到这种医院停诊。事件发生了10个月，屏东地检署7日宣布安泰大火案侦查终结，减轻偏乡居民就医之负担，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令部分被告具备医疗、消防设备及防火管理专业技能。未来可以透过义诊、公益劳务及专业授课回馈社会。
复健师协助患者进行复健，下晡安泰病院看诊正常，检讨认定营路院长苏清泉、司所的总部长这10安4个人承认反省，犯后态度良好，也甲死者家属达成和解，拢为反起诉处分。病毒管护对此是表示遗憾。对比前年的明阳大火，那4个月内呢就起诉。那我们这个是用缓起诉，那我想应该是比较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常情，那也担心，然后会有一些法律秩序无法维护的这样的忧虑。该拆的我们都全部拆了，那旁边的土地我们一直在买，我们希望再重新申请一部分，重新又来盖，然后我们增加设备，这次受损的仪器我们全部都拿掉了，都用更新的。苏清泉讲会遵照反起诉处分书的指示办理。安泰是发声明讲会来强化这个建筑防灾消防机制，提升相关医疗设备，全面启动复原重建计划，准地栋大楼才伫进行整建，希望上建营伫年底进行完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对顶关税明仔载8月初7就要施行啊，台湾封扣20%。那行政院表示讲，初7不是台美谈判最后期限，是因为资通讯设备也未讲好势。总统赖清德表示，行政院会提出特别预算，呼吁朝野就要支持。美国对顶关税一定初7正式上路，台湾暂时性关税是20%。个人关心敢有调降空间？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伊表示初7未是台美谈判的截止日，原因是资通讯产品还未讲好，咱拢是连232条款做伙讲。争取希望可以在对等关税的谈判里面一并的也可以去讨论我们后续，例如像半导体这个232调查，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在这个总结性会议上面持续的去争取，在支持方案里面，事实上都可以来做一些支持，那也开放所有的产业可以来做申请。颜慧欣表示，台湾关税为32%降到20%，在美国贸易差国内底，敢若输后面调降比率第2济。若是受关税冲击较大的产业，像讲制造业的工具机、农渔业的乌条兰、毛豆、鲈鱼、飞鹅虎嘛受影响。对这代志，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表示，行政院会依照特别条例提出特别预算，若破坏现金1万块，敢有希望嘛引起关心。审议通过之前，行政院将尽快提出因应的措施方案，及时给予国内可能受到冲击的产业民众支持以及协助。赖清德讲，台湾尽力争取降低关税，不过谈判过程互在野党质疑秘密作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政府企业啥拢唔知，话讲爱适度公开。民进党这一次的谈判不但丢了面子，还把我们的几代累积的本、我们的根都丢掉了，这是台湾无法承受的经济的最大的危机。我公开呼吁周荣泰自己下台。整个内阁解散重组，到目前为止，卓荣泰选择躲起来。朱立伦认为，政府应该运用在野的力量当作谈判的条件。赖清德是发讲朝野支持通过特别预算，协助台湾的产业。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一站以外，在台中市西区五权北街昨半暝一栋大楼发生火灾，民众讲先听到爆炸的声音，就被看到讲这火对高楼安尼冲出来，住户赶紧逃生，消防队赶到现场，大约10分钟就把火拍花。不过，伫咧露台有发现到一个查甫人遗体，敢是有人放火，或者是意外，这部分佫需要调查。11点41分的时候到场那火势大概在56分的时候就控制，大概1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到场的时候，其实火势就蛮大的，那就发现有在9楼有一名民众在阳台受困，所以我们同仁就迅速布线再上去，大概很快的时间大概10分钟的时间就将火势扑灭，控制扑灭。但是很不幸的也造成一名民众的罹难。这个社区拢是出租套房，大约290户。消防局表示讲，昨出动18台消防车，40名消防人员去拍火，有一个大约是40岁左右的查甫人来过往，若这导火原因，佫需要厘清。
讲到前几天连续落雨是落几落天，苗栗泰安的标62G1线的山架，今下晡3点外有这大粒石头连落来，去击到一台轿车。这车顶的驾驶和乘客有2个人掉伫内面。这警消人员赶到现场，驾驶救出来送病院，有缘救无回来。那另外一个乘客救出来时阵已经死亡啊。 红色轿车尾翘悬悬，一粒大粒石头跌伫车顶，规台车严重变形。苗栗县泰安乡苗62G1线，车人下晡3点外传出山坪大粒石头落落来跌到车的事故，警消急步到场抢救。车顶有2个查甫人伫内底，驾驶59岁姓陶的查甫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那泰安分队的人员到达现场，发现2名患者直接没有意识。那目前已经将1名患者救出送往医院，那另外1名患者正在救治中。 消防局表示，这台红色轿车是开往庆安国小的方向，向去大粒石头击到，驾驶送医抢救，到尾救无回来。公车乘客救出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泰安乡公所是讲，道路山坪因为连续几天落大水雨，变甲真松软，才会造成不幸意外。初步了解，2个死者是大湖乡的居民。因为最近下了1整个月的一个好大雨。 我们山区里面的道路，经过今天的太阳的曝晒，对这个交通边坡的路面都非常的松软。应该好像是大湖乡的居民，来这里工作，可能回去了以后呢，就碰到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泰安乡长是讲，大粒石头跌到车意外，造成苗62G1线双向交通中断。车内2个人救出来了后，公所随进行抢通作业。伫暗时6点这卡道已经会当单线双向通车。但是道路外边发现有路基崩塌，会持续警戒，当时抢修。民众这阵开车进入山区，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采访报道。 同款来关心这高雄的山区，因为这大水雨会霜冻，包括着台20线桃园段、台27线六股段，还有台29线南马社段，真侪大交通拢断站。经过公路局的抢修，即马已经是带条件开放通行。公路局表示，讲目前的便道是临时用来运送物资、甲紧急状况使用的，也继续来畅通车路。 登陆路的车队载着满满的物资，准备要送去受困几落港的桃园复兴3里。原地安算初7才会通的台20线勤河往复兴路段。初5尾暗仔，公路局提早抢通一条临时便道。市府虽安排物资送入去各里，但因为便道敢若小型车会当行，部落也出动真侪铁牛车来斗载。初6早起，市府再次启动全地计划，送猪肉来山顶。这边抢入进来，然后一直让我们的全村的里民昨天睡得好舒服。 除了通往桃园的路抢通，公路局嘛抢通要去南马社台29线4.5公里的三明会路段，居民出入暂时无问题。不过临时便道有限时间，而且是5栋以下车才会当行。现在当地唯一的加油站也特别无油通卖。我们有看，差不多300公升了，很多人加了，大概没有多少几台了，那现在是每一台大概就是500块，只能最多加到500块。对。 公路局强调，目前抢通的便道拢是应付紧急状况用的，包括台27线6股段20公里的崩山，即卖拢当咧抢通。另外，伫台20线6股段80公里的搜救行动，初6已经是第8天的走找。消防人员表示，初5有搁发现一块大体甲骨头，初6这天敢若找到一寡失联民众的相关物件。针对倒塌竹林及横倒树干进行切割及清除作业，经搜索现场共发现3件疑似与失联者相关之物品。公路局表示，目前山区的道路也是有真侪所在在抢修，虽望天气有较稳定，不过也是有危险性，民众若无必要，就尽量莫去山区。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这几天啊，真侪这水流差对高频溪流落来，拢蹲伫咧林园线尾下过街湾，加在无去影响到线尾渔港渔船的出入。高雄市政府也赶紧摒扫，恢复渔船出入就要设立。真侪水流差拢掉伫咧岸边，官手初6早起继续伫咧清0728高雄山区落大雨，当期的石瓦甲废弃物沿高频轨或者是洋流蹲伫咧林园散尾的牙关附近。土石流就会一直拉流下来。流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洋流就这边的因为我们这边是交界嘛，所以大部分都往上，有洋流是往上的嘛，北上嘛，所以我刚好就带我们这边，我们林园是第一站，
最多的。水路叉内面有一寡大大细细敢若石头同款的纸，是台湾珍贵阿根廷，所以有真侪民众走来海沙堡找宝，想要早登记收藏或者是考刷。大部分的水路叉拢是掉伫咧海沙堡，不过附近的小堡地要卡一寡，暗时做业的渔民爱注意。有一寡渔船法拢了是即个线尾渔港，阮希望咱即个渔民，若要出入港即个港区的时阵，非常特别要注意。渔会讲，虽然水路叉也无直接影响附近的三尾渔港，不过因为亚湾因为刺激指南洲，这几年真侪观光景点，竟影响景观，希望赶紧清理。现场的数量占顾超过500吨，那昨天我们就已经进场集运，集运完成之后呢，我们依程序要请林务署进行有价木料的辨识。水利局讲，等林业四会辨识程序完成，会甲有价值的茶载去指定的场所了，结果再请厂商清理现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这项台湾的名产，就是台南的关庙面。这关庙面呢，拢爱用日头去拍，说因为一直落大雨，业者就讲无多拍面，尚无停工超过20工，这产量也减一半。今仔日出日头就赶紧做面来拍，一寡外销订单恐惊爱等到后个月才法度出货啊。处理就好。台南这关庙面的工厂本正应该这鸡仔拢会甲面摆伫咧柑仔咧拍，不过因为受到前一阵仔强在咧落雨，地区做面的进度拢前着，即马台南遮做关庙面的业者赶紧咧溜面摆好势，才搁摕出来拍。有业者讲，即阵仔已经歇要20外工，拢无法度做，产量比平常时减超过60成。无法度拍去啦，你搁互伊赶，你有限啦，因为阮这传统产业部分吼，无法度讲做到5大量啦。8点开始救嘛有限啊，一工可能就像阮这红仔玻璃做的啦，50-60包啊，几百包的，无多啊。做关庙面上介重要就是靠日头落去拍，面条爱拍2工才通收。有业者指出，就算靠热天嘛无一定有法度做，因为着爱搁随时注意敢有西北雨，惊拍无搭面搁生菇。目前因为量无够，有业者是针对国内市场，外销部分会撑到旧历7月后才出货。这回单仔是加上后来西南气流影响，南区气象中心嘛指出，确实7月落雨日子有较低。这个月就农历7月了，农历7月我们台湾的一些寺庙，它有普渡的需求，那我们会尽量把台湾寺庙普渡的需求为优先的供应对象。7月来看的话，平均的降雨日数大概是12.5天，但是以今年7月来讲，降雨日数有达到了20天。那以7月的降雨量来讲的话，大概比平均多了将近300毫米，所以各位大家会感受到，就是不管在降雨日数或降雨量上面都有偏多的感觉。初六南部总算出日头啊！南部气象中心讲，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相对较稳定，后续就要继续观察南方系统，敢会继续影响南部的天气。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8月7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满80周年，在去也举办着和平纪念仪式。日本首相是破部广岛市长等人也拢出席参加。另外，今年各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咱台湾代表也包含在内。咱的主持代表伫咧现场呢，要向美国驻日本的大使表示感谢，感谢因美国呢对台海和平的重视。卡乡和平之争，所有人默哀1分钟。8月7日早时8点15分，是80年前原子弹伫遮落落时间。广岛和平纪念仪式登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甲官员代表献花，学生领唱和平之歌，并且放代表和平的吻照。日本首相石破茂也亲身出席，强调和平的重要性。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がら、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に向けた国際社会の取り組みを主導することは。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である我が国の使命であります。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攻や混迷を極める中東情勢を背景に、世界中で軍備増強の動きが加速しています。广岛市长表达对国际紧张局势烦恼，为着让更加侪人了解广岛的惨痛经历。今年甲邀请方式对过去的交代解释通知，总共有120个国家地区参加，创下相关的纪录，其中也包含台湾。广岛和平纪念仪式登场，台湾首度获邀参加。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带着夫人一同出席，在现场还跟许多外国使馆人员互动。
李义扬甲美国助理大使格拉斯坐离几公尺离异，伊调讲把握这机会，甲伊来握手讲话。美国一直对台海和平跟这个安定那他们这个表达强烈的这个关切这样子也有行动来表示那这一部分我们表示这个最大的这个感谢。根据了解，这摆亲像广岛县市议会从中到3天推动，互台湾人出席。尤其伫台海局势相关的情况下，意义特别无同。台湾第一次来参加广岛和平纪念4点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当年台湾有很多是广岛研爆的这个受害者。第二个，这是台湾跟日本还有国际社会共同来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一个决心的展现。追求和平是台湾、日本甲真侪国家共同目标。伫关博地，广岛向世界展现守护和平的决心，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公司国际记者日本广岛报道。国军去年甲美国买的反装甲无人机291套，头一批已经送来到台湾，这是有史以来上紧交会记录。国防部长郭立雄今日表示，对咱的关键战力是有帮助的。有专家认为讲，若是将无人机投入到这反电力作战，会当攻击到解放军的战车甲装甲车。锁定目标 OTS-600MV 攻击无人机冲入去，精准拍到爆炸。这是美商 Anduril 生产的反装甲无人机。近年来投入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打击罗西亚战甲车出力真好表现。国军去年向美国采购291套 OTS-600MV 强化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头一批进前到台湾，创下近20年来美国维护台湾的武器上紧交会记录。我们决定筹货以后，他们都会很迅速的交运。那交运过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接装成军，对我们的关键战力的形成会很有帮忙。国军曾经得到级战力，郭立雄强调，交完了后就使集装成军。原来 OTS-600MV 特色包含上大航程440公里，低空时间4小时，应炸监测系统，经由海陆空多元在台发射，应打击战车、甲车。学者分析 ，OTS-600MV 投入滨海反电力作战，应发挥这个影响力。事实上，不止反装甲，它对于小型的登陆艇也可以发挥效果，所以是陆海两用的一个无人机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台湾在滨海防卫，还有就是跨作战区，就是可以进行这个侦察跟支援的行动。不过，国军的反装甲无人机数量永远不足，把评估要搁再买1000架以上。国立员工有算许可，会增加这精进版的 OTS-700。亚来总统赖清德发出明年国防预算爱超过 GDP 的3%以上。国立员工下半年就提出特别预算，向国际来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8月23要举办罢免的投票，也有学生丁胖的公投案。在去呢，就亲子团体呼吁社会就爱思考，唔通互核灾风险威胁到后一代。那民间团体也透过着台记囡仔节，和囡仔做伙来思考核能的好歹，自细汉培养囡仔关心公共议题。守住孩子的未来，拒绝核三重启。亲子团体囡仔发出诉求，面对8月23核三中科公投，家长烦恼讲核能的风险会伤害到后一代的子孙。现场17岁周瑞良表示，想起12当前和妈妈行向街头参加反核游行，感慨这么多年过去啊，社会也是无考虑到少年人的心声。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投票权，但我也是未来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中一份子。你们可以投票，可以做决定，但是最终要活在这些决定里的人，是我们这一代的。民团表示，核三手就设伫咧恒春的长站台，若是发生地动，恐惊会互日本福岛核灾这款的事故伫台湾发生。民团嘛指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福岛的居民得到大癌归癌的比例有明显提悬，特别是查某囡仔得癌的风险超过70%。福岛的核污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排到海里面的争议。应该也就说明了核灾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是这么的源远流长。有一些风险，也许它发生的频率没有到很高，但是只要发生过一次，后果我们就无法承受。另外，民团认为，若是要重新启动40年历史的核三手改善设备，时间绝对不是3档、5档就当解决的代志，这是大笔的社会成本。因以芬兰的核废料处理厂做例，建设的经费就超过300亿的新台票，但是台湾到今也未有基本的规划。民团呼吁要有较济
转的配套。它的零件已经运转40年，就算真的要重启，也得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检修、更换老旧设备，并向国外购置备件。那绝对不是3、5年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所谓很急迫的能源危机又要怎么处理？民团也用台语囡仔册伫咧专台举办绘本活动，让囡仔去思考核能的好处和伤害，培养思考公共议题的能力。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有妇女摕到保护令，说是同款受到暴力对待，甚至去互杀死。立法院在去年就针对保护令制度进行报告，就立委建议修法增加电子监控来保护民众安全。行政署法务部和卫福部拢表示支持，卫福部长邱泰源也答应讲，1个月内呢会下部会来开会讨论，上紧伫半年内提出修法的法案。各团处技术加保被强，家己最上乡找到透早点外，有一个翁某因为不明原因吵甲真厉害。30岁姓儿太太情绪失控，提水果刀啊堵向36岁姓曾的先生，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将先生送医，不过最后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调查发现，姓儿太太1年前有申请民事保护令，详细案情依然要等警方进一步调查。王女持水果刀刺伤庄男，庄男送医不治，全案依杀人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因为最近发生真侪件重大家暴案件，包含新北土城杀车案、台北酒店女公关和10个朋友挂后身亡。有立委认为，被害者伫已经合法保护令情形之下，依然互加害者杀害，这期家暴令失灵。法务部有防性羁押制度不够周全，爱去检讨。这显然连被害人的家属都觉得，这个加害人其实已经是很可怕了。警方移送之后，要在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所以，这个司长，我要建议你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检察官在这一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是不足的。空窗期的时候，我们来加强。第二个，那个刑事的一个强度，执行的强度，还有我们也会跟司法院还有法务部，还有内政部警政署来继续来协调来开会。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已经检讨即卖机制，会就保护令的申请到合法的安全抗判期，强化风险防控，佮提出2项精进措施，包含强化庇护安置甲紧急安全服务，缩短民事保护令的审理甲合法时间，希望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安全守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旧街客运去年一台公车登岸的时阵，无让过路人先行，弄死东海大学一个姓林的查甫大学生。这家属昨是透过律师发表声明，批评这保险公司用业者排班有问题，司机疲劳驾驶无要来赔偿。因为这客运公司呢，打算用30万就来和解。台中旧业客运305公车，去年9月经过中区绿川东街马岛华中山路，无让过路人弄死东海大学姓林的女大学生，家属找我透过律师发声明，真生气批评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旧业公司甲他赔偿30万，家属无法度接受。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并没有去做出太多的改变。那对于这一起事故也并没有去负起他应该负担的责任，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比较遗憾，以及家属会感受到比较愤怒的部分了。这事故造成2次自强事后，台中市府动罚业者120万，佮受贿业者伫台湾大道300号路线营运路宽3个月。肇事的姓施的司机今年4月，互台中地检署照过失第4罪起诉，进入一审审理当中。死者家属声明表示，司机因为公司排班失当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形，违反旧业公司投保的责任保险契约条款，互保险公司用这做理由拒绝理赔。旧业公司干来用30万要和解，呼吁业者都要负起责任。其实我们的法务跟对方跟当事驾驶的律师在谈还有跟那个受害家属的律师，但是他三方现在正在联络，还没一个明确的说到底是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业者强调，目前双方甲驾驶律师咧联络安排调解时期，也未进行实际协商，而且司机超时疲劳驾驶甲事实无符合，无清楚30万数字为倒位来，后续会积极甲家属协商。钱是小，但是之后的会衍生出来的更多的这种所谓无良驾驶行为，都源自于说大家可以用赖皮的方式，或是用一个说不理赔的模式，这种想法或是这种感觉的话，其实这个是
我们所不乐见的。交通团体认为，这案件是指标性案件，保险照客户行若免理赔，应该由市区公车业者甲台中市府负起责任，免简单下责。不过，台中市交通局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泰航空昨对日本关西机场飞登到台湾的航班有慢分，上届憾的是乘客人已经到台湾啊，不过因的行李却无做伙飞到回来。欢欢喜喜去日本耍，严过伫转来时阵，却拄着恶梦。有旅客指控，因坐国泰航空的 CX565班机，自日本的关西机场要转来台湾，严过找5下昼，班机毋那是延误，转来了后发现，旅客的行李竟然拢无搭这台飞机转来。难免会遇到那种就是可能个人的没有赶上啊，像转机的，但整台好像有点比较少听到这样。钥匙没有回来的话，这样子在这边在这住机场啊。旅客伫咧等行李，结果行李盘顶头拢空。坐这台国泰班机的陈小姐讲，伊伫现场听到有人讲，把锁匙放伫咧行李内面，怎么到厝也无锁匙通开门。原来伊是把万姓朋友放伫咧行李内面，但是航空公司竟然讲会把行李送去出来互因。有留言，上个礼拜他们搭乘国泰也遇到类似的事情，行李没有回来。那我会觉得说，他们已经了解这是最低成本，然后可以糊弄人的方式。我希望是可以修法，至少要处罚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一定要罚款。国泰航空是讲，因为技术原因造成延误，而且需要先请一寡乘客落飞机，但是安排因住酒店提供餐饮，过来安排因坐坐落来班机赶紧转来台湾。对旅客指控，航空公司讲是为了要确保飞行安全，进行再当并行调整。如果要在时限内起飞呢，就没有办法花费额外的时间挑出指定旅客的行李，所以最终呢决定把所有的行李卸下，来确保飞机呢符合载重的限制，并且准时起飞。旅客是不满航空公司在发生突发状况时阵的应变机制加沟通流程。旅游专家也提醒，摇下加锁匙，上好是尽量在身躯边，避免航班若是延误，会造成更加大的不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桃园联会规划，当已经办27年啊。今年以生态环保做主题，利用这个稻草、这个农业废弃物做装置艺术。不过，所有游客为着要翕相，在咧装置艺术顶悬八价。农业局表示讲，会采购失败，也会加强巡查。桃园联会柜会场，穿白衫、长头毛的小姐，规个人爬起哩装置艺术，一个搬腿坐伫联会顶，一个搁徛着靠伫甲巴顶，互朋友为翕相。民众看到是真生气，表示明明边仔都有写请唔通碰的广告，也爬起哩。这好像不好啊，会破坏啊。因为这可能也是人家的心血。这样坐在上面可能也不太礼貌。我是不建议做，因为大家要爱惜它，可以给其他的民众来欣赏。桃园联会柜活动进入第27年，今年特别推出用稻草为主的农业的废弃物，以生态环保主题做5组装置艺术，巧妙结合保育类动物。台北车甲巴甲联会意向，农业局表示，虽然有加强结构性的安全，也不过毕竟不是建筑物，建议翕相出境。我们希望他们夏天在户外游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场地，然后但是也要安全，所以我们会把告示牌做更大一点，然后也会加强现场不定期的巡查。请唔通摸的告示牌就踩伫涂骹。当年7、8月期间是观音莲花大开的季节，当地更加有北观音、南北河的讲法。装置艺术主要是提供予游客翕相留念，刷定有防破坏的情况发生，未少游客感觉就算无看到，也应该发挥公德心，爱惜公夫才对。农业局除了会加大告示牌，也会加强巡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部进前做大水，有一寡流浪猫仔狗仔的收容园区也受到损害。台湾动物救援小组就指控讲，有一个网络平台无经过因的授权，就剪因的影片来甲人募款，已经有上万的人关注咯。这真有可能就是诈骗。因为台南市政府表示讲，若无政府核准就去共募款，经过民众检举呢，市政府就去查。
饲料平台业者的面册顶悬一篇一篇的文，写的拢是即摆南部地区有猫仔狗仔收容园区受灾，望大家斗3工来买饲料，未少民众拢有捐钱。不过，这几天台湾动物经济救援小组刷刷接到民众检举，讲这间饲料平台是用因的影片去看广告，爱大家捐钱送饲料。救援小组一查才知影，这间公司是私人的，不是公益团体。初步估计有9万人捐钱。因为网友看到这些猫狗园区很惨的这些状况呢，那他们就误以为说这个也是一个公益团体，所以就纷纷捐款。那其实呢，并不知道说他们其实是一家100%以盈利为目的在贩售饲料的公司。因为广告影片剪接的访问有的不是受灾园区，所写的文字嘛会互民众误解，家己捐的钱是要帮助灾区，所以不少民众拢感觉家己互骗去，要求业者要讲好清楚。业者也打出声明，不过说只有针对无授权使用公益影片的部分来道歉，捐款运用的部分拢无说明。这个平台有公布真侪受帮助的收容园区，记者也是在敲电话去了解，敢有收到业者送来的爱心饲料。他们有做到啊，这我不晓得说中间这个他们的募跟送之间的一个怎么个情形，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是真的有送到我们这儿来。虽然纠正的这个园区无受灾，不过确实有收到爱心饲料，不离个业者的做法确实引起误会。咱实际纠正业者因无要接受访问，只有讲会将捐赠的资料整理好势，到时公布伫网站。台南市府表示，民间单位若无摕到合法许可、无公文的依据，未当做任何方式的宽薄行为。如果有民众检举，市府会进一步调查。记者郭家族副教用高永昌报道。到今年6月呢，台湾有超过145万个移民和移工。就民间团体指出讲，政府防治诈骗的政策拢无顾到这群人。调查发现讲，网络买物件的诈骗类型是上介多，一寡移民移工也较少去报案，去防骗也常常拢是准拄线。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今年6月，台湾的移民和移工已经超过145万人。也毋过因为语言的限制，无了解申诉的制度，定会拄到诈骗。有民间团体就针对移民和移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要3成的人表示，因捌拄到假政府单位，也是找头路索取互假公司诈骗等等，造成财产的损失，各自互人冒用的风险。他们也比较少接触这些单位，然后不熟悉，然后只要有人一说，我其实是移民署来的。或者是我是那个劳动部的官员，然后讲话就是很有自信的时候，很多移民移工就相信了。民团呼吁，目前政府虽然有多元语言的服务，不过翻译电话订单，因建议政府爱改善这个系统，提供更加多元的方式来传达防诈骗的资讯，嘛建立属于移民和移工的检举制度。我们要强化多语资讯的传递跟管道。不管是既有的政策，或者已经改了政策，其实移民移工真的搞不太清楚，通报机制其实非常的不友善。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通报。民间团体嘛指出，有的导游移工也是非法减职，会因为唔敢接受政府的协助，可能让诈骗的问题更加严重。民团要求政府全面调整移工的劳动政策，保障因伫台湾的生活。记者魏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创世基金会屏东婚姻设立得要20年啊，今年是头一摆了钱。院长表示讲，受到经济和灾害影响，顶半年无到的钱减少300多万，连果子寄卖量也拢无到一半。院方强调，虽然状况艰苦，不过因也会继续服务。去年我们有做一个圆梦计划，然后就是经过家属同意，他们愿意跟他家人一起拍照。壁顶挂水水是病患甲家属的沙龙相片，拢是创世基金会屏东婚姻安排翕的。屏东婚姻创立要20年，照顾真侪病患。不过院长林湘华表示，今年受到经济歹、灾害济相当打击，若捐钱的民众减少3成，连固定举办水果义卖，今年嘛比应过减少一半以上，互因手头愈来愈红。统计到7月已经超过300万的债务昂移。1到7月部分，相较去年已经付了300万。那我们捐款部分呢，相较于去年，我们光上门就主动来捐款的部分就找了将近500笔，那上门就找了将近180万的收入。创世屏东婚姻目前收治53位植物人，并且提供到厝服务70位重症病者，每人每个月照顾费用差不多爱5万至7万左右，负担沉重。林湘华讲，尽管克制困难，植物人的看顾袂使断，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会使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一个月300块，大家斗3工一寡医疗物资的部分。其实定期定额我们大概推了3、4年了，100、200都可以定期定额给我们，让我
们可以去购买尿布、奶粉啊，然后做我们照顾的费用，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长期的注意啊。为着协助渡过难关，有企业甲民间伫顶个月30日带头捐59万块，协助屏东分院核消毒设备和医疗器材，提升院内事务人的生活品质。院长表示，下半年的募款甲义卖活动，嘛是会继续照起工作，希望有更较侪民众会当和民斗阵做功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彰化埔心的金密山野，这水伤是真严重，拢逼开啊，损失有超过50成。落雨超过1礼拜，总算是等到出日头的好天，但是公园内底金密山野早就袂堪伫连续几若天的大水雨，毋是逼开，就是水伤，甚至园仔外口蹲规堆，拢是压雨压甲烂去的山野。要一半较低啦，一半嘿，就毋甘啊，辛苦一年啊，反正一年收一遍啊。咱这是为丹纳斯台风开始开始落连续落，特别到1个月所以才产生讲这个落心啦甲这配沙较歹的情形安尼。根据统计，彰化县大约种105公顷的改良种山野，其中有50公顷是金密山野，佮以埔心乡种上济。但是因为今年初低温影响，产量本地就减少。7月中进入采收期，佮拄到风台大雨，加上这阵仔的大水雨影响，农会估计整体产量减灭6-7成。因为连日的好大雨，影响到我们金蜜芒果的卖相不佳，导致咱农民的收入减少将近6成至7成啦。今年虽然咱的金蜜芒果损失非常严重，但是咱透过咱农会甲咱农民都层层把关。埔心乡农会表示，虽望今年金密山野的产量减少，但是继续起无济，杀去市场咧卖的山野品质挂保证，希望民众用行动来挺辛苦的农民。另外，农会嘛提醒，政府已经公告7月28大水雨的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会当为即阵开始申请到8月19。记者杨素晴彰化报道。台湾诗人向阳、罗汉秀的创作，毋但是诗文学，也有结合着音乐。因两个人也拢捌摕到这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最近伫咧台北新基园区呢，有一场两个人的特展，透过诗、音乐也有影像，用无同款的形式，邀请大家做伙来行入诗人的世界。阿母的头毛是作家向阳的诗，描写阿母一生为着家庭付出的辛苦。向阳描写人文，嘛用文学反映各种社会现象。伫咧台北新基园区，对初四开始有举办文学特展，透过空间设计图像等等去呈现向阳、罗汉秀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向阳表示，希望未来会当继续用无同的方式去推广台语甲文学。诗呢，如果跟歌结合在一块，它应该是可以更靠近一般的大众。那诗呢，应该是没有声音的歌；那歌呢，应该是有声音的诗。伫展区内，另外一位作家罗汉秀，侪诗拢是结合歌曲。亲像《少年台湾》《春天的花蕊》，拢是真侪人有印象的歌。伊表示，写歌毋是目的，是抢单。伊感慨定定写诗无人看有，所以伊想到上好的方法，就是甲诗甲流行音乐结合。把诗去跟音乐结合，是流行音乐，慢慢的，那也跟古典音乐、跟艺术歌曲，后来也跟歌舞剧、跟歌剧。那当然，中间还有无心插柳的跟选举挂在一起哈。静态的文学特展会到9月30，另外9月初1开始嘛会有3场音乐会，希望透过向阳甲罗汉秀的诗编做歌，用无同的形式，互搁较侪人了解台湾文学。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南韩前总统文在寅因为宣布戒严，涉嫌乱用职权等罪名红抓。那伊的太太呢金建熙也涉嫌操作股价、受人诬陷等备案，和独立检察组来介调查。检方按算伫咧问话了后，要来申请逮捕令。
穿黑色西装外套长裙的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正严肃行入去独立检察组的办公室。进入大楼了后，金建熙面对媒体向吴涉案甲大众回失礼。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金建熙互人指控，捌伫2009年至2012年中间，甲交易员合作操控 BMW 汽车伫南韩的经销商德意志汽车的股价，高收价值2200美金的名牌皮包啊，真侪项奢侈品礼物，涉嫌违反反贪腐法。 另外，嘛捌伫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期间干涉尹锡悦所属政党国会议员提名过程，违反选举法等真侪罪嫌。韩联社报道。 这届检方传唤，予金建熙正做南韩史上头一个予人公开传唤的前第一夫人，是第三个接受检调机关调查的前第一夫人。前两个是金斗焕夫人李顺珠甲罗武宪夫人权良淑。一连检方会先针对操作股价、介入选举，也甲透过行政法师专承培非法接受统一教相关人士拜托的案件进行调查。另外，独立检察组为了调查弊案，找去首尔看守所拘提尹锡悦，以刷甲 犯人衫脱掉倒伫涂骹，2点钟内扣劝伊四界，也是无愿意配合。到尾检方烦恼会发生安全事故，只好暂停执行法院签发的逮捕令，无强制拘提。不过嘛，通知尹锡悦，后一届执行逮捕令的时阵，若是唔配合，就会强制拘提。公司新闻单思东编译。 讲到加菜的战火已经造成6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民众要找食的物件都爱冒生命危险。米粉大欠倍数是金仔遐尼贵，以色列是搁再攻击着因，也那这总理纳坦雅胡又表示讲会推动全面占领加沙。不过呢，也即马也有这真正的高层是呼吁讲着爱停火。 大批的巴勒斯坦人找5对外以色列边境的坐金关卡，行真远，摕米粉等去做。来自北加沙的阿拉伯文老师哈德尔也是其中一个人。一家人的人就可以摕登去食物来卫生。伊讲无生命危险，领到米粉真宝贵，敢若亲像白金相款。 صرت حوالي 15 كيلو وزحفت 3 كيلو وجيت تح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الله يعلم وودعت اولادي قبل ما اجي هان ودعتهم على اني ممكن اجي محمل او اجي مصاوب 哈德尔一家伫战火之下生活艰苦，四界流浪，已经伫无同的布棚内底搬6摆啊，处境是一摆比一摆较害。就大所在无壁无遐，只有篷布，小可早起而已。加沙卫生部讲，战火已经造成6万10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5月以来，警告几百人伫到分发的所在去领食物的时阵，互这个以军的炮火拍死。初5透早，爆炸声搁再充满伫加沙走廊的天顶。 前一天，以色列临日真希望的画面公布了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扩大军事行动。伊国媒体报道，纳坦雅胡打算推动全面占领加沙，要召开内阁会议来表决。也阁包含以色列国防军 IDF， 也阁一寡退役内部高层拢表示反对，要求爱停火。 קוראנו, אבל עדיין יש צורך להשלים את תבוסת האויב בעזה, לשחרר את כל חטופינו, להבטיח שעזה... Inside Israel, there's a fierce debate over this step. A number of top retired former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manders have now come out and called on Netanyahu to end the war. 以色列若真正决定占领加沙，会引起国际社会甲国内谴责，甚至危害人质的性命，会互持续22个月的战争搁再来升级。 美国总统川普对着记者询问，表示家己无清楚伊方的提议是啥物，不过这主要是以色列家己的决定。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咱做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6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